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2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重新检讨大台南放恶水议程，议会对上午开始到27号召开着第2届的临时会。会议一开始，议员蔡玉辉就提出了变更议程，伊表示，因为各区的放恶水扣税标准无同款，所以要求市府爱搁加开一摆专案报告。但经过议员的踊跃发言，最后该案无通过。议会有34位议员提案联署，急要开第2摆临时会，主要是希望在不动产变价委员会开会进前，重新检讨房屋税课税核定单价甲折旧率的条款。21号提前邀请市长再次进行专案报告。不过上午开议，议员蔡辉进一步变更议程。提案认为大台南各区课税标准无同，要求26号嘛爱针对各区的地段率定调整的标准，佮加一摆专案向市民清楚报告。不过该案一出，再次引发议员踊跃发言，其中民进党普遍认为一摆讲清楚，免佮再加开一摆。不过在国民党团成员也支持民众爱有知的权利，甚至家己制定法令，请市府照案办理。这个上午再次因为房屋税争议不断。咱未来3档要扣的房屋税谁要扣？我感觉有需要5议员知，所以我提案，咱未来3档各区谁要扣房屋税，安怎来讲5议员听？你也选过人，你用愿意来学，大家来学嘛。我即马才疑惑呢，房屋标准单价有偌济？时段路段你要赶成1.4倍。伊的造价真的有遐济吗？房屋税的课税基准核定单价调高每年折旧率，那为什么还要在2月26，还要再另定一个时间，还要再请相关的官员来说明？啊，你意思讲这个议程要舞2天了对啊？够迄个必要？咱就是惊讲今年开出来是81%，所以咱才会来开这个临时会。那么明天的报告，委员来。拢会听到咱的声音，你爱做好准备啊！为什么讲要提早？就是今年就是袂使81%嘛。对此，市长虽然无机会发言，不过延续进前伫议会专案报告的主张，也就是房屋税回推到民国90年的做法是合法无合情，合理的方式就希望大家伫不动产变价委员会来讨论，对调整标准单价方向来努力。至21号的报告到底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来回应民众动涨的心声，民众拢相当期待。台新闻郭文吉、林根采访报道。经过在地甲环保团体长期的抗争以后，龙家燕麦厂的有定地今年除了正式列为自然地景，行政院长嘛公开取消掉龙家设立废弃物燕麦厂的许可。对此，议员徐友仁上午进一步伫咧议会来提案，要求市府针对着当地后续的发展、甲废弃物处理等等的作为，一并做专案报告。因为市长黄伟哲1月份已经宣布龙家燕麦场的预定地列为自然地景，加上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答复3月10号将到期的设立许可将无再延长，也是龙家设立燕麦场多年来抗争终于告一段落。不过有关后续的观光发展甲开发，甚至开设出本色甲有毒废弃物处理后一步。对此，议员柯林上午伫临时会提案，要求市府进行专案报告以后，嘛必须这议员关心。我们经济部工业局行政院院长在昨天在王定宇立法委员的执行之下，有关我们龙崎的特殊社会废弃物的一个综合处理中心要不加以展延了。那我们台南市的应对，未来这一个龙崎社会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不做了，那我们的自然地景，我们农业局的一个前者里面，我们未来在半年内有没有办法把它敲定为一个自然地景？
我认为我提这个要做一个变更议程，做这个的专案报告。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废弃物每一天都在产生。龙崎因为自然地景我们不开发，那未来环保局如何因应每天产生的事业废弃物、家庭废弃物，到底何去何从？还有就专案报告的部分，请环保局也明白的告诉我们，未来我们台南市现存的掩埋场能够存活几年？经过议员志明德对环保甲生态支持甲关心，议长郭信良决议26号上午9点半邀请观光旅游、港务、水利、环保甲经济发展等局处来进行专案报告。嘛，欢迎所有市民透过有线电视的实况转播来做回关心。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针对近年来政府处理海钓愈来愈严格，除了引起台南的钓友反弹，甚至拍算全国串联要来发声。上午，议员李克伟也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声援。议员表示，根据渔业法，只有禁止伫咧河边掠鱼仔、捕鱼仔等等，并无禁止钓鱼仔。强烈要求政府应该爱适当开放。根据议员李克伟表示，一介介意海钓朋友近年来因为政府管制了上超过，因对了拍算全国串联要求修改法令行动，也纷纷向议员တင်情，希望伫海港无影响作业甲安全的范围，会当开放河边将来钓鱼。上议员伫父亲李文正陪同，积极向在场的航港局、农业局等相关单位来发声。这钓鱼吼，这是一个遮尔好的一个休闲活动。结果吼，这阮安尼嘛，安尼要禁止吼，安尼要管东管西吼，这安尼佫有啥物佫较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休闲活动的吼。像咱即摆一个规范吼，是讲渔业法吼的18条吼，讲是禁止吼是捕捞采植啊吼。毋过伊即个渔业法18条吼，伊有哪讲啊真清楚，伊讲伊是无限制吼，这垂钓的一个部分吼。应该就是讲无影响到这海港的一个作业甲安全的一个范围吼，应该爱适当嘛是爱尽量就是尽量开放，互市民会当真正去休闲去钓鱼。对此，航港局科长回应，徛伫公部门立场，就是爱善尽保护管制责任，希望海钓朋友爱伫安全的环境来休闲钓鱼，所以才向违规的朋友有人移送，有人开单，希望钓友会当体谅。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市长黄伟哲18号伫咧社会局长黄志忠局长的陪同之下，前往林主日照中心，甲长者来约定卖互动热烈。市长来表示，市府会拍拼来提供较好的环境，互长辈时代拢会当感受到来自大家爱心甲关怀。为了互长辈感受到热烈的元宵气氛，市长黄伟哲19号前往中西区的林主日间照顾中心。甲长辈进行约定礼活动，市长嘛亲手赠送毛毯甲红包，祝福长辈新春愉快。市长是大家逝世，嘛要甲大家问一句话：住在遮有舒适无？有舒适吼。有要未来搁较好的，搁较迄个，则甲无事讲，无事会甲我交代。阮会去努力来，提供一个搁较好的环境。今仔真欢喜，嘛真甘心，各位时代，用这歌仔顶甲我欢迎，感谢，心内足欢喜，嘛要祝福大家，元宵快乐，新年快乐，一年365天，大家拢快乐。结束探视日照中心的行程后，黄市长随后嘛前往天主教圣母社会福利基金会附属的英里之家来关怀。黄市长表示，市府未来会努力提供更好的环境。互长辈甲囡仔拢会当感受到来自社会大众的爱心甲关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虎公山南台北院举办着信用甲传承青人花灯创意彩绘颁奖典礼，现场大约有450个人做伙来参与，场面盛大又阁热烈。虎公山南台北院伫元宵节即天举办信用甲传承千人花灯创意彩绘颁奖典礼，
今年总共有900多件作品参赛，最后由4位专业评审老师选出特选的作品。19号由满洲法师、国际佛公会世界总会副会长刘昭明翁仔某、曾子南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范思云亲自颁发奖品甲奖状，鼓励这参赛小朋友。用画笔把它画出来，比如说呢，一家人到佛光山去朝山，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信仰传承。还有呢，来道场参加共修，然后呢，看着师父们打木鱼，专注聆听的，很专注的去聆听木鱼的声音。这个是信仰传承。还有山好。这个做山好，这是信仰传承，还有参加呢童子军的活动，这也是信仰的传承。所以呢，我从这个里面，我们真的很感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创意，那可见呢，这个信仰呢，平常就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深植在小朋友的一个心中。信仰甲传承千人花灯创意彩绘比赛，让参赛者会当发挥家己的创意，不但将生活中美好记忆画出，还有佛光山推动的山好世界活动，参加童军团以及法师诵经的画作，可见佛教信仰以及升级伫咧人的心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过去协进国小曾经推行过户外水耕蔬菜，伫咧经过校方甲台糖学习经验以后，即马要将校内教室来改装成为室内的水耕菜园，并且设计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让4年学生对栽种到采收拢一手包办。对学生来讲，嘛是另外一种的生命教育。现在每一间学校拢会积极发展家己的特色课程，为伫中西区的协进国小。因为位置市中心，所以学生嘛较少接触到农业相关的课程。过去校内嘛发展过户外水耕蔬菜，但是经过校方甲台糖学习经验后，嘛将学校内教室设计成为室内的水耕蔬菜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嘛伫20号上午向外界公布了因的成果。协进国小刚好在都会区，那我们小朋友从小就很少有机会去接触这个农作的部分。那我们想说，用城市水耕的概念来建构这个水耕教室哈，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酝酿，然后把它设计成一个完整的课程，在中年级，那因应我们新课纲的校本课程，啊，让小朋友在这6年的过程里面可以学习到何谓水耕啊。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一个生命教育的课程，啊，小朋友可以透过观察，然后用生命啊去照顾生命，去影响生命，去感动生命。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很棒的一个发想啊。那希望这个馆可以能够永续哈。那在课程上可以让小朋友在他的童年过程里面啊有这个养分加进去。这种出来的蔬菜，未来除了会使提供校内营养午餐使用，嘛会对外来贩卖。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让4年的学生对农业有更加多的熟悉。这课程包含很多的领域了哈，包括我们有产销的领域 QR code 资讯课程，啊，那还有那个去教孩子去算整个成本，啊，数学领域的课程也结合进来。那另外在社会领域的部分，我们也会教导孩子如何去把这个制作出来的蔬菜
透过产销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水仙宫市场的商家我们在那个地方也会教导孩子把这些生产出来的东西透过贩卖让他们了解从生产到贩售这整个循环的过程。会后，老师嘛将现挽落来的蔬菜煮做鱼丸汤，予学生甲老师做伙来品尝。协进国小的水晶蔬菜具有低碳、无农药、无重金属等优点。负责采收的学生表示，希望大家食到因种的蔬菜会使真欢喜。希望别人吃到我们种的蔬菜会很开心。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内政部营建署甲市府农业局提拨经费，由着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执行的客家湿地保育行动计划。其中计划一部分就是出版全台湾第一本有关湿地绘本。这本客家湿地故事绘本20号正式出版，要向大家来宣导保护湿地重要性。用着丰富的色彩，描绘出湿地模样。这挂作品拢是客家国小的老师甲学生做伙创作出来的。这本《沧海桑田画湿地》嘛是全台湾第一本有关着台南在地湿地故事，当中也记录了侪侪乌面拉皮伫咧客家湿地这个所在生活的姿态。像是我们农业局跟内政部营建署在推动湿地保育行动计划。我们水鸟湿地保育行动计划是在去年是第2年，我们执行湿地保育计划，我们就说来配合出版往下扎根出版一本水甲湿地的绘本，就这年去做这一本，也算是我们台湾湿地的第一本绘本。当然，相当感谢农业局的支持，相当感谢水甲国小的校长啦、主任啦、美术老师啦，以及小朋友活泼的小朋友。他们都全力的来支援，全力来完成这一本。另外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解说员跟总干事、副总干事他们在好几次带小朋友去现场去看探勘，去现场去那个。客家国小嘛，希望透过安尼方式，让学生会当实际体验并了解到客家湿地生态，进一步爱护这个珍贵的湿地。我希望透过这一本绘本的出版。好，让学甲湿地这么一个这么美的地方，这么有意义的地方，这么特殊的地方，可以受到大家的爱护跟保护。过去也许我们没有参与这一段故事，但是未来这个故事里面一定会有我们，也会有我们学甲国小的师生的足迹。那我们希望一起来唤醒大家，对我们本土生态的一些爱护，然后呢，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家园。这本《沧海桑田画湿地》的绘本将会赠送予位伫咧客家区的5间国小，希望透过绘本当中故事的影响力，来帮助学童熟悉到在地生态环境，嘛了解客家湿地历史。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相信估到做红仔册是真济民众少年时阵的共同回忆，但这几冬因为网络甲智慧型手机的影响，改变了阅读的习惯，也让做册店这2冬的数量愈来愈少。对此，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准备了一个“我的奇幻租书店”展览，要向大家小解这段特别的回忆。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民国89年的时阵，台湾大约有4000间的租册店。但是到了去年的10月，租册店的数量就减少到545间，20年来大约倒了3000间。上主要的原因就是网络甲智慧型手机的影响，改变了民众的阅读习惯。以前不管是看小说、红仔册，拢会去遮个租册店找，但是现在只需要用网络就会使看到啊。为了回顾租册店的历史，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规划了《我的奇幻租书店》的展览。呈现了各时代租册店流行，或者是袂使看的红仔册、小说，嘛透过老相片、手画的场景、甲租册规定甲记录等丰富的内容，重现了早期租册档租册店的模样。面对租书店这个产业的逐渐式微，我想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想要关注这个产业背后，不管是大众文学受喜爱的这些书籍们。作品们，他们各有各自的创作、产销跟所谓的出版营运的这样子的一个
许许多多的产业连结，我们希望能够关注到这些产业连结上面的制作或是付出努力的人们，我们希望跟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致意，然后更多的能够研究他们各自生命付出在这个台湾大众文学里面努力的人们，我们都希望能够就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结的过程当中，能够关注更多的细节跟他们创作背后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生命。租册店的业者表示，过去一天会使借出700本的册，现在只剩150本的数量。面对大环境的冲击，业者选择转型作为复合式的经营，将原本现地的册柜改造成为包厢，提供24小时的服务，希望会使突破大环境的改变。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18度至26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2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